来继续正段消息，来看立法院民进党团为着中央政府明年度的总预算，半暝3点都到议场门口来排队，希望让总预算案会当交付审查。不过，那白是再度联手第5届来封杀。行政院长杜英泰嘛大声的，针对着在野党要来加入着禁发补偿的预算，院长讲，在不得已的状况下，会思考申请实现。洪申翰委员跟黄珊珊委员今天过生日，我们帮他掌声呼贺生日快乐。民进党党团提议，现有民进党党团、台湾民。就算过生日，受请火气意愿真大，为着被动的总预算案会当顺利复委，民进党立委伫议场过规暝，就是要抢做头一个提案的人。民进党党团提议通过有无异议？增列总预算有异议？没有异议。增列总预算有无异议？连发失败，敢有异议？现场敢若民进党的立委和韩国瑜煞毋知要安怎较好，加等2分半钟后，国民党团才到位。民进党不满讲院长无公平，或者总预算案险险啊对当复委，验过呢抢得了第1。议员排在人数较少，赞成的49，反对58，总预算案和纳百联手第5摆冻掉咧。只能留到后礼拜一继续讨论，出现这款情形，行政院长杜永泰嘛讲同话。行政院的立场跟我们的原则，事实上只有一项，就是未来我不希望，也不可以违反宪政原理，这是行政院对于年度总预算唯一的立场跟唯一的原则。杜永泰立场大正硬，甚至里面写讲，若是无法解决，就可能申请释宪。要提出释宪是他们的一个权利，我们还是坚持我们的看法。审预算是立委的职责，党预算就是立委的渎职。朝野双方拢大正硬，总预算案敢会当顺利复委审查，就看后礼拜一的协商敢有新的共识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